今日嚟到元朗朗天峰，我哋參觀呢一個天台嘅特色單位，800零尺，3房1套嘅間隔，上到嚟真係好開揚，360度嘅景觀，開揚到不得了。我諗大家應該都會比較喜歡呢個單位嘅。今日介紹朗天峰呢個特色單位，實用面積851尺，天台面積就786尺。入門口經過少少玄關位，前面就係一個長方形嘅客廳同埋飯廳。飯廳呢度可以擺張圓形餐台，而客廳位置左右兩邊有雙露台嘅設計，採光度十分之高，景色亦都十分之開揚。因為樓底高，安裝吊燈亦都好適合。出到嚟第一個平台，空間都唔細，遠望到山景，藍天白雲。跟住同大家參觀啲客房啊！第一間客房有個大嘅採光窗，望出去景觀好開揚。浴室洗手間個設計亦都比較新式。呢度兩間客房其實個望出嘅景觀都係一樣，好開揚。跟住就係主人套房，附設咗個露台位，空間都唔細。套廁浴室有浴缸嘅配備，浴室出邊仲有個凹位可以安放一啲大嘅入場衣櫃。跟住再參觀埋第二個平台位啊！呢個係一個 L 型嘅設計，望出去嘅景觀真係好開揚，遠望到山景。而廚房入邊係左右兩邊開積，基本爐具一應俱全。入邊仲有個工人套房，工人房入邊都仲有窗嘅。跟住沿內置樓梯，我哋上去天台參觀。700幾尺嘅天台可以劃分為兩個部分，前面呢度呢係有埋星盤，可以放啲大嘅梳化，另外一邊呢就可以擺啲長形嘅餐台，享受咁靚嘅景觀。朗天峰嘅發展商係嘉利建設，有玻璃幕牆嘅設計，隔音同埋隔熱，樓底亦都比較高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記得快啲聯絡我康臣啊！多謝晒，拜拜。